到你了。冉冉，冉冉，快过来，娘亲多久没有看到你了？娘，您别动，别动！啊，娘亲，都是冉冉不懂事，这么久都没有回来看你。娘亲怎么回事？回来就好。娘亲这……娘亲，您快躺下啊！娘亲，我跟苏女师傅学了很多医术，我给你把脉。哎呀，臭阳，臭阳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不是哪不舒服呀？这可真是奇怪，娘亲的脉象平稳，毫无异常啊。脸色这么差，这样对呀。臭儿，快，跟娘好好快！爹爹，我跟苏女师傅学了很多医术，我也会的。我家冉冉真乖，这一路你舟车劳顿辛苦了，赶紧回去休息。这儿让你二哥看就行了啊！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到底谁病了？娘亲，只要你的病一天不好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娘亲，都怪冉冉不好，这么久没回家，害得你病重。以后你说什么冉冉都听，你让我嫁人我就嫁人，只要你的病能好起来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乖，娘亲。蟑螂！怎么会有蟑螂？楚阳，你怎么了？我把你弄掉！蟑螂呢？在哪儿啊？赶紧找！撤！说，谁出的馊主意？爹娘，主意是我出的，跟三哥七弟没有关系。不，娘，我是哥哥，是我出的主意。哎呀，娘，其实是我出的主意。老实说。娘亲，你别生气了。冉冉在太乙山不听话，哥哥们是为了我好才这么说的，不是哥哥的错，是冉冉的错。哎呦，妹妹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你怎么这么懂事啊？来，亲一个。娘亲，既然您没病了，我能不能不嫁？冉冉，娘亲养育你这18年来，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，还让你受了那么多苦，所以这些年娘就希望你能嫁个好人家，也可以弥补你这些年受的苦啊。娘亲，秦家二公子为人忠厚，一表人才，相信他可以给你带来幸福的。可是娘亲，我想多陪陪爹爹，娘亲不想那么快嫁。冉冉，你要听话，这门亲事是皇上下的懿旨，怎敢违抗？你如果不答应这门婚事，就要嫁到边疆，你选哪一个？我哪个都不选，我就选娘亲、爹爹、哥哥们还有表姐。好了，我的乖女儿，事已至此，恐怕也别无他法。娘亲，娘亲。别装了，我是你亲娘，你肚子里有什么小九九，我还不知道啊。娘，你昨天好凶哦。3年了，你走了3年，娘亲都想死你了。那我一回家，你就让我成亲。冉冉，你长大了。冉冉长得再大，也是娘亲的乖女儿啊。娘亲，
我能不能不要成亲呀？娘都说了，你长大了，长大的女子哪有不成亲的道理？怎么不可以？素女师傅不就没有成亲吗？素女师傅不是世俗中人，咱不能跟她比。素女师傅不是，那我也可以不是啊。胡闹！少主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明日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我抬去苏府，我要上门提亲。禀告少主，苏府千金苏冉冉，听闻已经许给了护国将军的二公子了呀。我知道。表哥，你们从太乙山回来的路上，冉冉有什么不对劲儿吗？什么样的不对劲儿？身体上的。妹妹一向身子弱，这几年一直在太乙山调养，看起来好多了。冉冉，你跟娘说，你身上的残毒还有没有复发？回答我。最近都没有。娘，您别担心，素女师傅说了，她会找到解毒的办法的。素女师傅原来给你的那些还魂丹还剩几颗？还有，最后一颗。冉冉，你这叫娘怎么不担心呢？哎呀，娘，要不你再把我送回一仙谷呗？这样一来，一我不用嫁人，二有素女师傅在，我的毒完全没有问题啊。你身上的毒都是为娘的错。18年前，逝水红颜为了寻找下一副新皮囊，将我抓走，想带去月灵洞。那个时候，我已经怀了你快9个月了。为了救我，你爹联合朝廷和武林中人，捉拿于他。找，继续找。散开，走，快，好，快，快，走，这边。初阳，你说，你要是死了，那些人会怎么样？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女人，你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时候未到，是谁跟你说时候未到的？